咱再来看今年的中秋，台东有民众食台仔粽食物中毒，造成4个人死亡，8个人重伤。台东县地检署的检察官调查是指出讲，是一个83岁白粽的阿嬷，伊无细力去造成的。这阿嬷家己嘛食到有毒的粽，已经过往了，所以即马专案终结。今年中秋节，台东县金峰乡林木部落发生族人集体食台仔粽阿拜食物中毒，造成4个人死亡，8个重伤。其中做台仔粽的83岁姓詹的妇人人嘛，食一个死亡。目前还有1个人也昏迷伫台东病院治疗，当时初步研判可能有人吸毒。经过台东地检署3个月侦办，是台仔有极度农药托福松，暗过无发现人为故意也是过失等刑事犯罪事件，20宣布结案。第一点呢，征信使者是亲自制作这个阿拜，本身当然没有自制这个有毒的阿拜又自己食用的合理可能性了。那么第二点，我们也访查了征信使者，他的家庭关系很良好。跟社区亲友的关系也很紧密，也没有与人有结怨。台东地检署说明，做台仔粽姓詹的妇人人，是甲2年前亲友送的有托福松的台仔，这是要来整台仔用的。妇人人这回也袂记哩，就甲厝内的台仔甲做伙做台仔粽阿拜，毋是故意的，而且台仔去染着托福松，这是农民普遍用来保存做种的方式，所以嘛无犯罪的目的。是呢，征信使者误将这一笔混合物跟自家的小米存放使用了，因此检察官认定这个提供的行为跟死亡结果之间是没有相当因果关系。食台仔粽阿拜造成中毒死亡案件，造成外界对台仔粽食用的安全疑虑。即马台东地检署查明原因，嘛呼吁民众做食物的时阵一定要注意来源甲用途。记者综合报道。